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8月30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第8篇，出埃及记第2章15节到22节，马太福音第26章第6节到13节。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高抹。高抹在圣经里面有非常重要的信仰意义，特别是这个词是用在弥赛亚的身上的时候，这是比较狭义的特定的一个解释。但我们也可以从广义的角度来看高抹的信仰意义。我们可能印象最深的是从扫罗王受先知撒母耳的高抹开始。这一件事情后来也影响了西方世界的王啊，或是皇帝，他们都必须要接受这个罗马教皇所派的主教来给他们高抹设立，这成了西方国家沿用并作为所谓的登基的一个基础。弥赛亚一词是受膏者的意思，但我们必须要记得，这不等于是救世主。很多人是这样解释哦，因为在圣经里面有太多的受膏者。从摩西的哥哥亚伦，他受膏成为大祭司开始，就有了许多的受膏者接受了高抹。我们看得见的有扫罗王啊，有大卫王啊，有亚伦啊，有先知们啊，像这个以利沙，这些都有上帝的旨意，甚至有上帝亲自派的仆人来高抹他们，使他们成为一个正式的受膏者。根据圣经的记载，受高抹者的身份呢，大概分别有3种不同的身份，有君王，有祭司，也有是先知的。上帝拣选并且透过指定的仆人来高抹使这3类的人来带领以色列人。但是我们也都知道，以色列人他们在生活上总是会拒绝离开上帝的道路，甚至他们背离上帝，因此经常有受苦。也因此呢，圣经就预言将来会有一位受膏者，而他就是上帝即将要赐下的弥赛亚，是来拯救以色列人的。但是事实上，这一位将来要来的并不是为了要拯救以色列而已，他来是为了要拯救世人，是上帝所高抹的，但不是世界的君王。他所受的高抹的方式也非常的特别。拯救者是否是一定要受高抹，或是说需要受这个正式的高抹，事实上并不一定。上帝要拣选人、使用人都有他特殊的旨意跟方式。高抹其实只是上帝给以色列人或是世人一个看得见的一个旨意，但并不是一定要做的事情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么扫罗王的高抹很可能就变成所谓的错误，或是失败，或是有问题的了。但我们知道人总是软弱嘛，容易失去自我。摩西成为拯救者，并没有接受任何的高抹，但他就是在上帝的旨意跟安排之下，到了米甸的旷野，看到了有牧羊人欺负米甸祭司的女儿们，他就非常自然的出面为他们姐妹来解围。
就成为了他们口中的拯救者。圣经这样说：有一天，摩西坐在井边，米甸祭司叶特罗的7个女儿出来打水，装满水槽，要给父亲的羊喝。有一些牧羊人来把他们赶走，摩西起来保护他们，又帮助他们打水给羊喝。当他们回到父亲那里，父亲问：今天怎么那么早回来啊？他们就回答：有一个埃及人帮我们的忙，把欺负我们的牧羊人赶走了，还帮我们打水给羊喝。摩西的作为并没有什么特殊的，其实因为他本来就是这样子，他为了保护弱势的人，就如同他在埃及的时候，为了保护弱势的希伯来人而打死了埃及士兵，也因为如此，他才需要逃往这个米甸的旷野区。如果真要说上帝拣选他，其实应该是说从他的婴儿时期开始，上帝就已经拣选了他。他一出生就有天赋异禀的能力，3个月内还是非常安静。后来包不住了，就把他放在尼流河流放的时候，被法老王的女儿所救。其实上帝早就定义拣选他成为拯救以色列人的仆人了。之后他被祭司叶特罗接纳，并且成了叶特罗的女婿。圣经这样记载。父亲就问女儿说：他在哪里呀？为什么把他留在外面，去请他来跟我们一起吃饭？后来摩西同意住在那里，叶特罗把他女儿希波拉许配给摩西。希波拉生了一个儿子，摩西就取名说：我是寄居异乡的陌生人，就给这孩子取名革顺吧。耶稣基督的高模其实是非常特殊的，他并不是受正式的祭司的高模，反而是一位被排斥的妇人来高模他。马太福音26章第6节到13节，经文这样记载说道：耶稣在伯大尼那患麻风病西门的家里，有一个女人带了一只玉瓶，里面盛满了珍贵的香油膏。耶稣在吃饭的时候，那女人把香油膏倒在耶稣头上。门徒看见这事很不高兴，说：为什么这么浪费？这香油膏可以卖不少钱来救济穷人呢。耶稣知道了，就对他们说：何必为难这女人呢？她为我做了一件美好的事，因为常有穷人与你们在一起，但是我不能常与你们在一起。她把这香油膏倒在我身上，是为我的安葬做准备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普天之下，这福音无论传到什么地方，人人都要述说他所做的事，来纪念他。耶稣基督不但是接受了一位曾经犯过罪的妇女的膏抹，他所接受的膏抹是正式的，而且另外有从上帝而来的，是圣灵的膏抹。我们记得，当耶稣基督受洗之后，天开了，有圣灵如同鸽子一样降在他的身上，又有声音宣告说：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
人子的身份提升为永生上帝的儿子，这件事情只有在彼得的信仰告白当中被提出。彼得说：“你是基督，永生上帝的儿子。”他透过了受难，成为世人的救赎，因为上帝差遣他，膏抹他。自此以后，洗礼也成为一种膏抹拣选的记号和方式。这个可以从广义的来看，受洗的基督徒们都领受了上帝的膏抹，成为上帝所拣选的仆人。圣经说，你们也要像活的石头来建造属灵的圣殿，在那里做圣洁的祭司，借着耶稣基督献上为上帝所悦纳的属灵祭物。这是彼得前书第2章第5节的经文。我们并不是因为能力好、做得正而被拣选、被膏抹，成为主的仆人。我们反而需要有更多的与主亲近，因为他是上帝所拣选而珍惜的活石。我们受呼召必须要建立在这样的一个真理的基础之上。彼得接续又说：“但是你们是受拣选的种族，是王家的祭司，圣洁的国度，上帝的子民。上帝选召你们离开黑暗，进入他辉煌的光明，来宣扬他奇妙的作为。从前你们不是上帝的子民，现在是他的子民。从前没有得到上帝的怜悯，现在已经得到他的怜悯。”诗篇第8篇。上主，我们的主啊，你的伟大彰显全地，颂赞你的声音上达诸天，婴儿和幼童一起唱歌。你建造巩固的堡垒，防备敌人。你阻止仇敌对你的攻击。我仰视你亲手创造的天空，观看你陈设的月亮星辰。人算什么？你竟顾念他；必朽的人算什么？你竟关怀他。然而你造他仅低于你自己，你用光荣尊贵做他的华冠，你让他管理所有被造物，把一切都放在他脚下。牛羊、荒野的走兽、空中的飞鸟、江河的鱼类、海洋的生物，都归他管辖。上主，我们的主啊，你的伟大彰显全地。求主保守台湾即将再度的面临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，未来的几天有大雨，求主你保守我们，赐给我们丰沛的足够的雨量，但也保守我们台湾不受灾害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